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哋真係變嚟學見你知嘛？這禮拜真歡喜咧，我這有淡薄新椒，個淡薄菇椒，唔是老椒，講到菇椒，菇嘅椒。我知啦，你咩人咕咕椒啊？新椒個菇嘅椒，就創開到先，就創開，嘻哈，幫光啊！應該是我啦，sorry，拍謝。OK， 歡迎。車嘅聲就轉來啊！真係就係車飛機，車是飛機，就轉換差不多4個的嘛。歡迎各位聽眾，這禮拜咧，我會介紹我哋特別嘉賓啦。喂，最車聲，即我未看到，是唔是你嗰邊曝光？唔是我正正點啊。OK，最車聲我冇明白喎。Because 就是右邊是你哦，右邊。我呢啱啱嗰個車啊。呀，裝個車啊，是你哦，這裡不真機。我這邊我冇啊。有車啊？啊，怎我聽到車啊聲誒？我像是聽到人看戲嘅聲咧。我 try to 看睇下啦，我看是唔是？你瞄看，你暫時瞄看看呀？你瞄的。我沒清查，你看車鬼啊，不是那個。對，我都。唔見看到有時我叫你瞄。我正話靠拍橋，特別物件個了 block 咗。我叫有嘅時候，我有聽到車嘅聲，你看咩瞄看看是唔是你嗰邊 ？OK， 來這邊我俾介紹起喂老朋友幫光，歡迎。大家好。歡迎，真久冇來啊，好咯，特別困去。困去，冇得 connect 嘅，對啦，就未講。當然厲害啊，當然冇困啊。哎呀，青子呢？一起紅高燈。對啊 ，Easter 對。Good Friday，Easter。Easter Vigil。OK，แล้วก็老椒，但冇人聽到咯，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聽到我老椒嘅 producer，唔是超導嘅後生。超導嘅後生。嗱，真機歡迎。歡迎大家好。叫老椒後調。大家好，貴喺計個 call。係咪貴喺計個 call？係咪嚟？係咪屬貴喺計個 call？剎部車貴喺被計個 call。你看到嘅？我咪只你bằng gì nè？哦有啊，你屈貴。我哋bằng gì哦？你一個會看到貴。當今日你貴啊，剎部車。看到貴 ferry 還是貴後條橋、二條橋嚇？我先叫歸先叫。一多貴先叫較貴。貴了啊？先叫。貴啊！哇！我特別期待。แล้วก็ 我會搞到我食你嘅腳。有老椒加工，食你嘅腳。大家好，唔是我食，我係搞到我肚啊。哦。แล้วก็老椒當然是咱做緊右邊歡迎。哎呀，我未記啥，但我未記，你唔可能看一邊。OK，這是後調啦嚇，然後這是英國調，然後這是辣醬雞，然後這是加工。แล้วก็บาลูสินเจ้า特別正講聽到講鬼個數時啊，即係四三講噶要刺激哦。新扎邊歡迎 ，Hello， 大家好。然後呢邊一個有阿莫叫，歡迎阿莫叫。大家好。好，你係四三四號嚟哦，繼續。貼掉，鬼嘅時間是講啊，鬼嘅時間講下。OK，แล้วก็อันนั้นเนี่ย咯，就當我 check 看我 Skype 有人 call 嘛，有人 message 話 ，OK 冇 ？OK， 我嚟這禮拜咧，我特別講，係 public transportation 同 demolition， 唔係講巴士，我講係行啥部 taxi 啊 ，taxi 㗎，但係咪一個字人車啊，嗰種嘢。你只怕字 sorry， 只怕。我哋禮拜會聽到咩人嘅爽嘅。
加过啊，我看加过。我講呢個定住是我隻朋友你叫嗰陣就我對馬來西亞做你到底阿龍嗰邊做檳榔白嗰邊你大丁嘅做戲時候，我咪是最近冇成 headphone。我覺得咩？真冇成 headphone 啊！我聽到我嘅聲啦，我就希望佢咪去打我嘛，我叫我 call you out。OK， 呢一時佢咪請打 headphone，แล้ว哇，對到底你大頂時做嘅時，我咪是請下你控制下去我做嘅，你開門嚟叫。OK， 就 OK 啊，就跟他就電啊邊，跟他阿龍在呢，阿龍你記未？咁樣咁我去檳榔白落音嘅時，我叫我一直聽講起來做你控制啊，一直做空中。我記。然後就一陣會時，話老雜佢只把我放到啲 Facebook 呀，係嘢咧。哎呦，超解！然後我看到我個記未打我唔知講我係邊咧，安吸死咯，笑就。我都唔知咧，我假就知啊誒。我唔知。我講呀，我人是放假第尾嘅時間都知嘅。我假就知我人成超聲，你後尾嘅事你個知嘅。是我直播，真係咧，我知 because 我聽到時候就叮 the bell，是我做我想叫一叫我叫我邊機物件呀，就係以後我講誒你邊機喺邊隻就邊嘅一間店，然後就做我邊咧，嗰時呢度有陣時我就再講我做嘅吸時邊，特別特別人哋我佢去看咧 video 嘅時候個再講我係笑啲。因為我 Bruce 冇講你就係講你特別時咧，你成 clown 啊，你 action 裏邊，我講唔知，我講佢多下人個仔，就變咧學緊攞落嘢咩？是看到我個仔。Hello， 阿隻你有激我咯？加工，這是加工嘅。加工，佢哋是，即係用個叉叉執柴。佢哋是咩？係是嘅哈基。你知啊是哈基。我特擺未記人嘅名嘅。叫加工嘅嚟啦。白起來 because 伊要食出嚟。哦，喲，好靚。哦，盲聲了啦都。哦，呢，係啦，加工，你喺度拍，你喺度搞聲人嘅。哇，依個咧，拍嘅，一定我真。哇，等我起來時候砸電話機。你知哦 ，today 哈，我冇食半行啊，我嚟接病啊，我是單咗嚟甲你講話，我冇食半行，我即切為你嘅嚟食，你知哦。了，哇，就去朋友安尼好嘢好啊，係你勁嘅杭州係一粒係兩粒嘅女，殺兩粒嘅女係攞去嘢好啊，所以我攞住混當兼食。哇！好靚哈！是咯，呢個叫做咩啊？啫，拜六when你叫嘅時，就是愛分段節啊嘛。啊，你啱就嘛做解啊啦。冇啊，啱就去嘅，係你 vegetarian chicken pie 我留學伊一個，แล้ว計講家己煮家己食。Chicken pie 咯，係咪數到叫 chicken pie 啊？都唔是 chicken pie 了。Because chicken pie 是 vegetable pie 了咯。我係vegetarian 誒 mock chicken 嘛，vegetarian chicken 是用做款嘅啊，做用gluten做，用豆米堅，用米堅做，係米堅。阿龍你講咩？阿龍，我就家己係一樣嘅，我就菜啊嘛。哦，我สุขา是食菜燒鴨，食菜燒鴨真係好食。嚟啊，我做你食。切揾下你紅豆煮是唔是啊？啊！哎呦，我見苗做嘅咯，我見做真正好了，一刀做正巴嚟啊！嚟啦，英國點我做你食？係啦，食菜燒鴨較好食㗎，正係啊，冇啦，係啊吧？冇食味食一間嘅啊，會煎了又去。誒，等陣我哋諗食隻咩嚇？當劍係咪？係咪？哦，到底咱就要去。交換過嚟。交佢嚟講掉。誒，我等會講嘅是啊，我萬光嗰啲哦，萬光，你睇下未？萬光冇聲啊，萬光 join 咗對
幫光光是啲 Skype 嘅位是冇。伊到 Skype 咧，伊個接到對下邊嘅，伊冚起 Skype 啊。哦，幫光我未聽到你啊，所以你就讀啲嚟 Skype 啊。แล้ว是啊，冇我俾講，我定到時我就實，我成實我講我十個的士告訴啦嚇。我定到時候我看一頂啊，叫咩車嘢？我車咩啊？森唔是達森one two Y。達順1 2 Y。達森唔知係我唔知係咩 model 啦。แล้ว伊種車我達順唔是1 2 Y。我係咩1200啊？達順1200。1 2 Y。冇一個唔會翹翹嘅。嚇，達順第一頭先嘅達順出是1200。達順應該是係一頂咯。แล้ว but anyway 即係老嘅啦，即係老車就對啦。แล้ว時我係叫我下車我按嘅時唔會開嘢啊。嚇啦，你講咩？我講貴แล้ว一頂啦。แล้ว我咪是話係你車咯，แล้ว我就定我係當學生，我讀當中文啊嘛，แล้ว我讀學車是我去Methodist Boys MBS 嘛。你是住咖喱毛一撮，你是咩？哇！你是係 robot 嚟嘅，你是住啊？打 Skype 嘅，誒咪開 video，哇，你是怎？你是咩？有新嘅人來啲 Skype 嘅，哎呦，斷線啊！轉lui係達森嘅車，咁咧唔會就是安尼啊，咁咧唔會就是。哦呀！一鐵真一部嘢啊，係你車啦，講啊，呢個鐵是 Melodin 嚟。哦 ，Ovaltine 啊，就是 Melodin。啊 ，Ovaltine 部嘢啊。แล้วClim ไม่ติน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เอ๊ะ我最先是不是就啲 Skype 嘅？嗰隻 Skype 就是啲工廠位。Skype 就 OK。哎呦，較快講啦，成個幫西未出嘅呢。哇！呢個 Skype 無論我能 contact 我同佢乜嘢 ？OK，แล้ว咪是我咪是到啲當中冇啱話去 MBS 咯，แล้ว咪是就順路你嗰度內邊嗰度啲 politic good 嘅，然後 politic good 我咪是去順所這樣啦，因為貼我成日車要亂，可能成日你去揸部的士啦，因為去載人咯，แล้ว我幫我時你睇到啲係咩咩嘢啊咩啊？誒講下阿面哎呀師傅啲我唔知咩咩店咩，即係 politic good 邊店咪對啦。我朋友誒，แล้ว伊度啷知啊？定啲 Lady Orchid 係邊邊嘅？啲一間唔知咩邊嘅店嘅。哦，知。哈，車店媽嚟。車店媽邊邊嘅頭前後，แล้ว我咪是我係朋友嘅店啊啦，一把店，所以我咪按佢名仔咯，就去時就啲 bus stand，啲頭前個 bus stand 嘛，所以就係伊然後去等下幫我時就對面嘅一間腳踏車店咁嚟叫，後邊對面間腳踏車店頭前個 bus stop 誒。Lebih ais kacang ni. แล้ว邊有被燒飯係咪可能啊？แล้ว我就停下邊咯，但係幫我就停下邊。呢隻衰就你話車就肯定就成日上部的士啊！แล้ว一個內人係一個內人到啲下邊裝緊多先啊，裝電嘅先多先好。แล้ว我諗啲刷圖嘅你看。ใช่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นสิตะปังโอสิว่าตะกังโอเคItu tama pangcho 嗰時貴嗰數，安怎你先啦？等陣貴個仔嚟啊！貴個仔。OK， 我考佢考，等陣 sorry， 我未 continue 我告訴我哋。Hello。OK， 好，你是幾？我是 Janet 啦。你名咩？Janet。朋友咯。就是 Janet。你朋友啫？你華名咩？我華名阿哥。阿哥姓焦啊，阿哥。Hana。阿哥姓焦啊。Hana。韓英啊。就特登叫你教我，安怎 join 你就唔教我。你冇隨我點聲補習。我教你點聲到頭邊嘅數未補習。
哎，咩事我看无路人诶，我听到声了喎。你唔用 Skype 嗎？讀叫？係咯係咯。你嚟特別用。因為我 hang out 未用，我 hang out 起小起模型嘅起咪。你hang out 起模型嚟講個未咯，就是啊個。冇，我有去 hang out 嘅位了做，特別好唔知咩事啊，嗬，直接 app 袂到，大路嘅位 app 到路了做，是講到本嚟嘅位 app 袂到嘅喎。哦。係啦。未見到這裡咪是會使，你愛看啦，你線無水，可能看一個慢戲。哦，聽人聲就好啊嚇。啊，聽人聲嚟啦。有。John 會 add 話。哦，嚇？就 hang out 嘅會。hang out 會？你 invite 話。哦，我冇 invite 你咩？哦。啊，即係冇 invite 你未 join 咩？未啊。啊，是 full 啦，都冇 full。你 invite 個知道？我被 invite 哦，等陣，你這名係咩？你是搞到啲 Google Plus 嚟嘅？你哋我看啊 ，Madeline Chong。喲，佢世界人制嘅啦，咪見啊。Madeline 啊。嚇，反正我人去 add 你先啊。再 add 不要 add。誒，師兄佬。我 invite 佢上嘛。Hello，盛格。Hello。有邊啥人呀？尋南西門。哦。等陣。啊！伊人去食啊雞飯，你看啦，無請我人去。食飽了。誒，拍一個耳機來聽的。你有真正臭味嘅，有蒜頭嘅味。喲，幾靚呀！蒜頭。哎呀，佢話你薑嘅味啊。香嘅蒜頭。薑嘅蒜頭。英國薑只有蒜頭嘅味，係聲冇去啊。我夾 invitation。啊。我來啊！你好。誒，是正佬可能。啲南西嘅厝啊。John 講啦，我看到佢後尾嘅 OK，記得我就我講個故事。OK，是正佬可能，แล้ว我就會講，แล้ว我是去到你辦學時啊，個1點幾2點啊嘛。點解知嘅南西安，一張笑，我養到啲咁老咗數，等我 mute 養聲，所以我人講係故事。你成日俾瞄嘢。我吹冇嘢咧。誒，瞄爛咗。OK，你試。OK，我 mute 呀。你試，等陣我講我發部的士故事。你3%就小燈噶啦。冇咧，弟弟，你差人哋話。咁晒。你別大，只隻換隻嘅冇講到放行個人。咁咩？我是你 producer。喂，等陣個鬥嘅，哇！能做到做大肥，冇請話。誒，多丁交謝哦。你話開始買得對。OK 啦，this year add on。老咗咯。OK，算。豆嘅，睇下唔使去借麥當勞先啊。去斷棒白人嘅係 WiFi 了啊，斷棒是點啊？咩借麥當勞借南西㗎啦？你接啊背，啷接啊背？喲，等陣 OK。我就包咯。其實等陣我咪講話人去唱下我 mute 啦，咪個啦聲。因為三部的士告訴冇聽嘢啦，講嚟古段嘢，喂可以都食橋，咪講啊，老闆人講先。好啦，我講。嚇，你講。我把學的士啲貼片咧，佢俾我把學的士嘅人咩啊？我點擺少會記咩？我做工啲嘛 Miriam 嘅，แล้ว我ตัวก็ว่าอีตัวที่ตั้งอยู่บนกระปักเองแล้ว我做工嘅真真渣
放工嘅啊，放工4點就放工แล้ว放工嘅時我要去小水去邊間 club 去小水邊間 club 是 Northern Road 邊個，所以這裡節我要坐 taxi 我不斷搭 bus， 所以我叫伊 taxi， แล้ว我坐 taxi 入邊是啊，落但係當講嘅路時啊，我吹我鐳啊，死我冇摘鐳啊！哎呦！我5箍呀，這個5箍嘅抓住跌落喂地下呢，哎呀，所以我唔知啊，我頭先講伊聽啦，我一命我死啊講伊聽都無鐳咧借我，然後我個仔看到一個查某都叫 taxi 去 Factor Spark 邊，然後伊講我要載一個查某搬啦，我講 OK，後面我搬A啦，我就懷疑了咯，所以伊命，然後伊查某接時啊。伊直直罵我，伊無歇啊！然後伊查某想講，你這個兩人要搞咯啊！是後面輸個人，後面輸這個大波囝咧坐點啲後面學這個的士人罵啊！然後我個仔baru kakau Northern Road 到個 Citibank 位啊！我講阿伯這邊就好了啦，唔係關接啦。哎呀，我梗係 really。喲，嗱，我講話伊聽我伊笑個波士，笑個朋友，撈住啦。喲，你直頭冇學女啊？直頭，我可以我5箍啦，แล้ว我累了，我第一冇累了。哦，แล้วแต่ว่าอุจเลย抓住這裡5箍嘅抓住我可以去。有時我想11箍啊，你看啊。但用個8嚿嘅 Northern Road 是11箍，你看。伊唔是十部的士嚟啦，伊是淨係的士啦。哎呦！幾好？有十部的士幾鐳呢？2箍半，我坐時。2箍半，我不借啊！我成個十部的士較貴，因為伊人是 pirate 嘅嘛。是咯，誒唔是阿 John，你嗰陣借幾鐳？嗰陣，你特啲鋪底借開單張半啊！maybe 一箍呢，可能一箍是800。哎呦，baru mana kau cekol了誒？我借600誒，你知唔？600，到底鋪底借起來單張半啊？哎呀，600接的士半倍啊，睇下。冇6箍咯。John，我 actually 借的士半係10箍了咯。等陣，這是阿哥啊！等陣，借巴單張半去㗎。鋪底baru 400錢呀嘛，然後十部的士600嘛，你叫。哦，你辦嘅。tapi 你知啊？即係十部的士冇 insurance 冇咪個了嘅，你知哦？你未 cover 咯嘛？我係佢講我係爸，但佢講啦，未使借十部的士啊。嗱，tapi 有時要趕點聲嘅時哦，咪是頭借啊，咁咪可以借咯。冇啦，我上十部的士嘅河路一人靠到人嘅。唔是靠度啦，唔是靠度啦，夾度啦。伊無夾度人嘅，伊是安怎？伊 because 十部的士，伊一頂車，伊會載死嘅人嘛。哦。所以伊唔是規頂車是載落一人嘛，若是規頂車載落一人，就叫愛夾貴啦。嗯。所以古早咧，在你看三部的士嘅車，嗰粒破破嘅，伊唔會拔到出來嘅，有時。就是成個位置啊，係咯。你借三部的士，你見面會硬嘅，真係冇可能啊！攰嘅，冇去。我等陣我咩講了，我係告訴我接唔去，有時看我俾學阿哥講，所以我係整車咧，我就去叫我幫我時個2點幾呢下，我就 stop 到啲咧 bus stop 頭整咯。幫光啊，你對？幫光你叫我阿軒，那是阿軒會叫我幫我下車到啲阿軒嘅厝咧邊店嘅對面，你哋屋企對面嘅你 bus stop 嗰間卡拉車店嘅位啊。我就下車到啲後邊就幫我兩個朋友咯。有時就幫嘅我朋友就落車，伊琴日訂我看住一個落車咋，所以訂我看住一度大佬就啲把聲就走嚟，攰累，但仲冇啱攰累啦，梅話做我派死哦。你是唔是幫阿軒嘅麥雞？對啦，就是幫阿軒嘅麥雞啦。你是養隻衰特特接幫嘅人嘅時，就訂我看住一個路車咋，因為你留意嘅，然後走嚟喂車，攰累，但就冇呃攰累啊，梅話。
我嘛講，有一部實際啊，我嘛就是我嘛講，嘅談林我嘛講你不要一頭仔啲。啊，你不要宅人，不要偷。等你去車個你 massage 你就好些。喲，掃啊係掃啊。free massage，free massage。OK，大家不好啊，新椒，這個來跟我講啊，阿哥。阿哥講。Skype 冇咩好事，Skype 冇咩好事啊 ，robot。講阿哥講。Hello。嚇講。你聲成日冇咩好事，你 internet 就冇咩。哇！聽不清楚。冇咩好事嘅喎。嚇 ，OK，而家同你講，對，而家。聽到。有，咁樣講。我講，我個幫借時候本來接 call， 雖然見本來接 call， 見咗就。見本來接 call 見。我的是，baru ada taxi。baru 我做借kaki gini boleh。哎呀，對。這個幾個你也是對去哦。哎呀，現在是看人啊，這然後把他們 join 被做特別嘉賓的哈 ，upgrade 去 Unify please。แล้วก็จุดมีซี่ตอนนี้เลยสิว่ามีกี่รุ่นของแบบนี้咖喱包。ฮะ咖喱包หาเดียวมีซี่โอเคมา哎呦还没聲啊叫你講聲，咪是安怎樣嘅？即係 OK，你簡單就我個嗬聽住我講其他物件問講啊，講其他物件是哦，我希望你來，你知哦。我嘛即係我 join 住半粒對你真會講啊？咪告訴我。是唔是講咱去卡拉 OK 時我車去嘅最地落了，你去其他個得？你講。安怎下？我咱是到啲鄧正門啊，咱是到鄧正門啊回來。對啦，啲講國際路嘛，你咱嘛去卡拉 OK，等一見咧是就 check 下這邊車嘛。但冇三部 taxi 就冇啊。呀，是啦。等 after that 去，哇，去個即係接最地落呢，就 start 冇好事，一起上。咱在落驚到啲最地落去啊，伊個車，你想冇死灰呢就，到啲最地落個起山個，你想看起山一半時車未行去落驚啦，你講。你好就揾嘅圖，時咧是暗嘅9點幾咧。哎呀，我係要幾嘅？我嘅圖佢，嘅擼佢啊，搞佢一集嘅時候，往仔差唔多未啊，而且未當啊就，所以我就落山時幾棒咩，落山時棒咩。唔是我棒咩，一試回去就一totally 試回去嘅地位啦，伊係落山了。你真係就是落山，好個仔是落山嘅事 ，because 如果就落到下邊，你學到啲紅繩會啊，學照會啊，邊回事？如果就起山到對你知哦，我嘅翕到對嘛？伊 momentum 啊，翕埋 momentum 會拖會塞一起哦。冇 engine 到對。哦 ，engine 到對人行。因為你落來時，伊 engine 伊本身啲行有力嘅。哎呦，驚死啊！梗係驚啦咯。你看古仔嘅人嘅車，因為 start 到對死灰啊，咪是剎 start 都會驚嘅。嚇！所以我做隻刀，我實不得死。你位車就係輕嘅嘛？位車就係輕，你架卡出來，你個結實嘅，你到底。你卡佢每佢啊，你卡拖出嘅你嘅實實啊嗬，你俾跳咗佢啲車度點啊？這對，就兩個十部的士講，就兩個十部的士講過。誒，我係講一行個十部的士啊，係十部的士講。我覺得這十部的士真細漢嘅事嗬，唔是成個路人把路借呢款呢，自転車在市裡人，覺得係冇馬達嘅，款係自転車只有三連途呢款呢，這個垃圾人嘅。這只自看的啦，這條你落嚟人你看呢，真嘢啊！古女嚟叫，冇
唔知我坐 bus 路，但係我路跑隊咪是七半嘛對哦，伊唔知算一人算扣半兩塊可能。但所以就會錢沙田圖呢呢。啊，早坐10塊冇嘢。啊，等下山楂邊？jangan我 disconnect from 這邊，我用 laptop 都 call 佢好嘛？OK。baru kau sapu taxi啊？當然有sapu taxi咩？有啊。I think 冇啦，梗係人自己花車同佢。應該是冇啦。係咪都條隔離啊嘛？山楂邊路講，特晚都會講嘅。咁多上是個有個啊？哦，咁多個有啊？咁多應該個有個，我頂前兩個禮拜個看到有人騎車。飛機場咧，飛機場就有嘅。飛機場當然比賽。飛機場嚟啊！加緊講，加緊講。誒，特別我覺得講一個故事啊，這是加沙布車無直接嘅關係啦。伊是發生啲事啊，2-3禮拜前嘅，2-3禮拜前我去吉隆坡嘛，我搞我當時去吉隆坡去看戲啊，你看到對來，我是半夜12點幾換車的，所以對嗰邊咧嘛，早起4點幾到4點半嘅，我對我當中就講。我辦我當數嘅咧，我對我當做講，我咪去交低時拍油咯，早4半咋，我走去拍油時候咧，我規間迄個店啊，迄個叫咩啊？迄個交低時間叫做E-Mart，嗰時係咩 Mart 咧？我哋裏面買物件，啊咧有一個查某，伊是金頭毛嘅，特別咧嗬，伊是烏目睭嘅，伊金頭毛烏目睭嘅。伊規間店裏面跟他穿我甲伊呢，後來有另外一個人是坐啲 cashier 嘅，後來伊行過來，我夾古靈嘛，後來伊過來，伊問我講，伊講嘅句唔是本地腔嘅，伊講 Do you have car？ 後來我嘛奇怪，我問講Do I have what？ 係咪 ？Do you have car？ 咁就，所以我想講伊問我，伊想我想問我 carrot 啊 ，car Yeah, I do。後來我唔會講，佢做咩事咯？伊叫我載伊東西咗。啊！我驚咗，我伊本地，伊快無上本地人，後來伊聽本無上本地話，所以我感覺伊應該是做機，是機嚟。啊，我老實講啦，我太習慣啦，我有淡薄想到是一點嘅就係呢個。伊是機嚟。啊，我有想到是一點啦。後來伊叫我載咯，伊講伊等無的士。แล้ว無人會在意，我心裡面想，我睇到啦，遲早俾你4點半坐無的士就平常嘅嘛。我咪講，我每坐到嚟咯，如果你坐啲迄個叫咩Flaming Tooth Hotel 啦 ，Flaming Tooth Hotel 真係我厝嘅。我咪講 OK 咯，我載到對去咯。係咯，我估驚講我唔知是唔是賭到鬼咗。我記得啦，你若是講拄着鬼啊 CCTV 會翕到嘅物件。對，啊咧伊本買物件，伊咧嗬，伊甲我白白去賀累，伊賀累咧有人甲伊收累，所以我感覺我應該唔是鬼啦。了解，所以我咪去拍油咯，我拍了油咧嗬，伊徛喺後尾等我咗，我講好你騎車啦，伊騎車啦，伊唔敢坐頭前，伊坐喺後背咗，所以伊唔敢坐喺我邊咗，我感覺伊驚啦。伊唔驚講我是派人本我感覺，所以我咪騎車咯，啊我咪變沙布嘅大尾嘢咯。你冇驚到啲後尾直夾路啊？當時講我有驚咗，早起特別但仲到講4點半，真奇怪是。真貴，真坐車嘅其實，我講真啊，應該是拜六尾嚟真坐車，所以我咪就係呢度啦。伊紅咁伊日10塊話啫，伊講伊成副計到10塊以後話呢，我講唔係驚咪啲未學我累嘅，係咯。我講未學我累，我仔都對佢叫咧，我厝袋入邊進入我Flaming Tooth Hotel 嘅，係咯。咪講你是對人，你是唔是 Russia 嚟？我聽係聽我阿個仔講伊是 Russia 嚟啦，伊講是 Russia 嚟啦，我咪解釋翻咯。我哋講伊啲 Russia 是讀hairstylist 嘅，伊是讀做假頭毛嘅，所以唔講伊做咩是嚟邊咧？伊講伊嚟邊咧，一個人嚟一套，咁奇怪，一個人嚟一套，我真奇怪嘅。係咧，伊接咧，伊就講咩嘢啊？伊講啊，正部一個人是好人嚟。伊講我嚟講啦，伊講這邊就是邊咧，這邊部一個人是好人嚟。我做咗10部的士 driver， 我載得伊啲車嚟講，正部一個人是好人咗。伊講伊無拄着好人做嘢咗。拄着我了，伊個感覺講有好人，伊點先講話是伊好會好咗。係咯，我個仔感覺講，我唔嘢有可能拄着鬼啊！我
就計講咯。係咯，我講好，都唔係很小啦。我講而家都唔係很小，講好人是就是有嘅，是你看對到啊，你問我是好人咯，是唔是？係咯，有時講到轉個，可能是講有你係叫人鬥，招你仔女話，我感覺我哋邊人應該有嘅，我之前大漢，我是本地人，我就講我真係好人嘅。我都只大單咯。我是驚咧就，因為我唔知伊要甲我講咩嘅，係咧佢講就是伊身軀真胖嘅就。啊！伊身軀啊！伊我無比伊身軀特別伊胖，伊款入邊就真大，佢真胖嘅就。伊講，啊咧我講嗬，你按照幫埋曬嘅一人走出來，伊講嗬 ，I have problem 咯。Yeah, my god！ 我唔知啊，有查某嚟啊！我唔知啦，係咯，好嘅仔 ，Fleming 都學得冇回啦。我如果講 you have problem, I take you to police station。係啦。我冇想就是點啊，老實講，應該伊無上架被放掉啊，就是威脅我做咩物件啊，伊無嘛，伊坐掉我後尾，雖然講伊就胖啦，係咯，我嘛直接仔咯，仔個伊 Fleming 都學得咧好，揾到對面嚟咧，放喺啲外口咧，伊冚回，啊咧伊，啊咧我學一條，我唔知點樣做，我係好人啦，我學伊面格咋。因為我甲伊講，就是講你對到咩問題嘅話，我想要做好人啦，講因為辦到伊邊，伊無對我做物件嘛，應該唔是，伊唔是講食水，因為hello 我無食水就無誒。OK， 伊唔是講食水，特別伊是水款嘅，OK。係咯，我嘛學伊點夾咧，我一路車啊，我較唔要換車過當時啊，一行另外一個地方就一行啲我冇車後背而家行走，所以我車換出去大路當時啊啲real mirror 我看唔到伊咯，我看唔到，我就車見到，係咯，我甲注意到我一行去後背去了，一行去後背去了，迄個當時我心裡面想到後面物件咗，你講佢 X file 有一集咧係你迄個大波 DVD 講。你叫咩啊？你agent mode 有一道啲人係工廠裏邊啊，啲人咧做你嘅事郎位啊，有一個甲筆，啊你甲筆有一個 genie 走出來，學佢 style wishes 就，來我就覺得在意識是 genie 會好 wishes 本就，我啲畫條車對處，等陣，我啲小條 style wishes，係啊，我對個處。我對個處咧嗬，伊 SMS 話，伊講我係好人呢 I wish you I mean good luck， 正大嘅 blessing， 我看咧會無幾長嘅 blessing 嚟嘅。係咧，我同男仔講就，男仔講我都得幾。Oh yeah！ 冇啦，男仔講笑。係啊。嗱，若是你直接變啲英國啊，你若是直接變啲英國啦，你隨但一個 Russian 嘅查某一人啊，啲成家拍腰嘅位啊，是拍俾人啊，較濟是抄查某啦。我們 I think 是抄襲。你隨劇㗎。你真係咩？隨劇卡掉，你若是隨掉掉嘅家己。我留到一點，我學英文解點先，因為我一句話咗。Do you want me to call you？掉啦！你不要每一 blow job。發生一個人咯，伊是 Russian girl 咯，你應該係 Russian boy。因為你嘅事你就每伊嘛。特別驚啊！我講 I know your problem 啊，呢掉啊。意思即係咩？意思掉啲好路，伊掉啲好路引起伊做伊劇卡咯就，你平時個表示，你愛買，you want this one， 係咪是你咪是無能明顯嘛？所以伊就一頭你想，你看 problem 啊，就去學到啦，你愛嚟講，你咪就去學到嘅鋪咯嚇，咁好啦。我唔制啦，如果伊極視我唔制會數啦，係咯。極視咩做你極視人呢？我哋冇數做人嘅十部taxi driver，以後我10個我買笑喎。買笑嘅好啦，買笑嘅好。call 你，call 你啦，你彈做 free 嘢咯。冇。第幾條得？你那是在你笑伊女啊，變做你做機器啊。哎呦，驚咯，特別驚，係我未啊，直頭，爸要走。回來是臭雜波來啦。唔係講嚟臭雜波啦，林不是為咗趁雷趁食，做機，白線。
講做機。自己叫啊 ？lesson 嚇 lesson 嚇 lesson 歡迎。人講taxi 搭補個嗬。嚇，對，搭部 taxi 啊 taxi 啦，加人車我冇講到人車個，嚟你講。我是。你話搭部 taxi 啊？你話搭部 taxi 啊？我嚇講句未聽到，你聲對對。係咯，講聽咗。嚇，會啊，講。我 sorry 啊，我係冇聽啊，等嘢。聽到。會了。好啦，我是講嗬，我人到合併邊個咋嚇？到我唔記得咗啊。到只啲位啊，有人搭部 taxi 嘅嘛，唔是咩？嚇，只嚇。佢哋嘅嘛，對冇？是超咩？有人超嗬，咁這是30塊去一個位去一個位嘛，對冇？我唔知我個學別人講聲，我想講聲。你那是 connection 冇咩好事啊？咁你使撳你 bandwidth 卡嘅啦冇？你 adjust 你 bandwidth 卡嘅，還是咪撳 video 其實係開明啲先？我用 YouTube 喎，阿 John。嚇 YouTube 呢？係啊？哦 YouTube 啊。你個 upload download 嘅數。Anyway， 但Coach G 會講我冇講到個即係10 taxi 嘅。但係我聽到我講喎。即係呢班是阿哥呀，這是最阿哥呀，唔是阿哥係咪講？你首先好寫係咪講？哎呦，私人邊個冇聽到話？阿哥係咪講？阿哥。阿哥，我baru講了啦，你聽到？講係咪講 ？Hello。你笑咩 ？Because 你先啲我講，但我只是一個呢。Hello。係咪接去講係了去？我講，但只是一個呢，巴魯咧，學定住我一 taxi 見呢，伊是我10塊錢啊。我甲安哥講，安哥你使收我甲便宜哦，忙收我安尼貴。安哥講袂 standard 了誒，10塊才便宜了。我甲講我是 local 啦，我唔是 foreigner 都收甲貴標緊。安哥講袂使，我人盤趁食呢。你講啊，唉，真正坎坷啊，巴魯。你個條計拖嘅，成個88呢？係啊，我見了你知我到 Macalister Road 坐架去Gurney呢，你知？Macalister 去架Gurney OK。這是十部 taxi。Gurney 落頭架去架Gurney落俾這是十部 taxi 啊，十部 taxi 係正 taxi。十部 taxi 啊，十部 taxi 啊。你話冇 taxi 啊嘛，冇法度啊，就俾借咯。係咪嘅？一聲個表示啊，不啦。媽，林細講咪講咩？林細講我，林細講我，氣球啊！係咪嘅？林細氣球。林細氣球嚟啊！一聲都一路聲啦，我都開聲啦，聲開啊，講。林細講。林細講。我係衛星是我太平嘅。太平。了伊車真破嗰度。真 classic 嘅。伊會拎起哦，伊怪開拎起可能吹喎，拎起哦，就來是 N 嘅嗰度。講嚟嗰度是 N 啊，你佢開嗰度咧，我就係驚坐到伊，但到坐到伊吼，我就頭痛啊。叫加謝啊！我引導到伊。如果除了 N 啊，不要緊，伊 N 啊話你有淡薄，佢邊度淡薄 embarrass 喎，你一看就好笑，一啲啲，做 N 衫啦，係咪？N 衫。你啊，超你啊！伊超喺你 N 衫啊，แล้วก็ติดหัวนะน้ำใส่ลอง做老作到邊啊？到你處。太平呢邊界。我垃圾狗我病去啦，應該嗰啲調回啦，應該自回啦。我到啲太平人自佢啦。有啊，是哪裡？
去教伊啫。OK， mute 你啊。白人咧，你白人係咪有時講告訴講？啊，我你講嚟。住嚟，住講咪講成，你咪實講成，我咪隻人所以都俾我介紹。來先講。你諗下看啊，一個特斯嗬，第十部嗬，伊拍出證。嚇？哎呦！係咩物件？拍出證。睇了。的士拍超程。伊是換第十部誒，就一個水查某寫特斯嘛，愛去一個位嘛。伊算我過來，伊算係你查某過來咯，查某前頭整嘛。誒，等陣，listen，你咪開你 HD 嘅 ，because 你 even though 你是 Unify 啦，你咪想裝你 Unify，咪是想冇咪。你去你 setting 位下 adjust bandwidth 位下正面位下，你 click 嘅時候你調較勁淡薄。你咪調第 plus 第關嘅，你調較重。แล้ว你บ่你冇看到。你正面你對 iPad 係對 computer。computer 你去正面你即係個係啱 Windows。你看到你 live 嘅字啊，你看到頭先了。啊，對 setting 嘛。你 adjust， 唔係 adjust bandwidth。OK， 有啊。OK， 你行啦，講等於講。睇到未？嚇誒。冇。我是去一個位，我去本地行到 KL 位嘅，我甲迄個人 share 特斯嘛，然後個一個查某水查某有影水，我講看我有影水，滿是鬼啊啦！個人啊拍機嘛，了，然後是特斯十部嚟，然後係算我鬼啊嘛，然後查某，是鬼啊轉介咯。一個對嚟啊，係阿哥個對嚟啊，以後一不就對嚟，你係就會講 ，listen。伊換車一半，伊看到你查某嘛，水嘛，我穿底一個，或者我唔知你查某做咩啊，然後你按個去曉吼，拍出出來喎。呀，到底超呀？吼，我看熱你了。你查某呢？查某是想拍攝款啊。拍攝，哎呦，冇隻頭計 Q handbrake 啊！唔是車 handbrake 你就唔是車 handbrake。哎呀，你好了一個 multitasking 嘅喎。嘅鏈啊！你冇解拖累到對啊？你興我累啊？下條他條 steering 喎。查某常常拉梅款啊！我唔知咩人啊。你個事，你路計拖到對路喲。我看到我把住向我累去寫嘛，未去看把住老棍啊。寫超頭聲啊，免走依累啊。冇啊，唔是啊，準。我驚咩？我得頂我叫你查某，你了個借大妹借。你翕小影咯，翕小影係咪翕尋咩邊啊？定波抓，看伊仔都 free 哦。好啦，唔假啊，仲得你讀拍定啊。落車時間計講，落車時間計提類。冇伊看你滑車係浪的路嘛，係是。冇，特別可以對看一對。幾哩哦？誒，當今你這是幾年整嘅？告訴我先。即3年啊。邊年啊？是去吉隆坡。到吉隆坡愛去蘇邦。哦，安尼我唔知講，當今咧個有攤咩嘢？個攤係雜不得死嘅，安尼當今咩日子嘅？Because 你 from Kelana Jaya 嘅 LRT 過去蘇邦 airport 貴，if 你用 meter 貴，用翻特斯10個半紙咁多。哦。哇，個攤個小看啊！我都覺得做可以見笑講，哇，上個正嘅特別較細嘅。哎呀，等啦，我看袂到，互我碰鏡，夾碰鏡。都一拖啊！係咪嘅？你講，細你未話咩？你看到一拖啊！我看到我講啊，翕小影啊。應該。翕尋咩邊？你不打時你計係咪意嘛？計。你數先。我假如我看到嘅時候，你本未記翕小影啊咯。你本看個公去啊！我看，特別看伊
特別吉利啊，特別我們是走翕嘅。而且菜店啊，我是搞到別記翕呢。我是他們愛搞你為了看就是搞這個理念在咯。好啦，吉利我們吉利。好啦，特別有呀，你買去做去行啊，你是借你，但是你是那邊伊嘅車，你知無？你嘅伊嘅債。唔知得咯嚇，就係睇到少會唔知啊？對，係啊 ，after 佢一翕相影佢啊，我係啊，有個住個十部的士住冇講，我聽到。人車，人講人車，我住住人車嘅。John，右邊啊，右邊。你當然記定啦，過十部的士可以入邊是係講嘅意思，有條少少嘅紅線嗰邊出。對。佢會不點以為有。佢轉咧。係你講景點嘅。即係咩？即係店啊？除咗格特丁嘅十部的士嗰啲可以有另一站格士嘅。十部唔是十部的士乜有啦咧？但係攞十部的士咁多地方有細行嘅事啊！啊，紅線佢橋都並加並嘅。你人捌坐條的士啊？你驚伊個的士人起笑啊？你人捌坐無？我去香港嘅時，我去個位嘛，人被去啲有一個 floating 有一個floating 嘅 restaurant 啲嘅菜店乜嚟啊？等陣啊，菜店乜等陣。哦，英國中講啦成。啲男嘅餅嘅啊，香港嘅男嘅餅有一個 floating 嘅 restaurant，人要坐的士去餅，人叫伊的士嘅時啊，規個 island 個了搭車。所以人一張航空叫的士，我說本來叫咗一個的士嘅時，人坐喺後邊啊，我嘛個我坐喺後邊。伊個的士嘅人啊，像個淡薄氣笑嘅那款啊，伊無講話甲人，就無人講互伊聽，人要氣到落啊。然後伊安尼對伊頭殼，安尼拗伊頭殼爾。然後人直使時啊，伊直講話甲家己嘅啊。然後我有會聽到。一句臭話，伊哋講啊，直講話，然後直搭車啊，時咧，我知做咩啦？伊啲跋咩條啦？唔是啊，然後伊駛真快啊，就是有啲嘅咯，伊要駛真快。伊知啊，路伊咪去河路去買啦。知啊，然後伊駛到伊個車嘅後邊啊。減咩浪掉車啊！然後伊個大 break 嘅啊，你看啊，然後人就切掉咯，切掉，人計驚一個啊，然後唔敢講半行，驚要做好伊個較起哄嘅。你就滑落海去嚟㗎？係啦，未來舊時啊，人嘅超半轉啊，係呢類是超半轉啊。特別較正常嘅，香港就係樣。John，伊可能是去跋咩啦，然後伊買袂開啊嘛，伊咪咁樣在路啊，咁樣撞去買啊。然後咁樣屬於隻講話家己嘅啊。伊嘛，伊啲嘴嘛，另外一邊聽有款啊。無，伊無 earphone，人家講話你看，唔是伊一人講話，你知無？伊是講話家己。個有內聲嘅，你知無 ？Yeah，Oh my god！ 伊每當每曬咧，每物件佢本嚟 split personality 啊！哎呀，特別真普通嘅，啲香港人 pressure 就大嘅，特別滑的士嘅人啊，家己講話。對。新加坡本嚟講咧，尤其是新加坡，你淨係騎車，你淨係講就 politics 呢下，就嚟咧。真正實講，人家真正就 complain 嘅。我講啲中國咧嗬，即係內行嘅病本有，但係中國咧比香港個向，中國開車是世界亂撞嘅。我都未，我叫的士 driver， 我同佢講，我冇關咁事，你買安尼快，你若是快嘅話，我冇聲。我不這句的士，乜成日可能佢講話，以前係暗沉沉嘅，
我唔是驚。我想伊人做工啊，無人講話嘅伊啊，伊人成個氣笑嘅呢，啲那邊啲腦啊，伊個 verbalize 出來。你頭先啊，你那邊你嘅腦啊，你啲笑到物件，特別笑久了啊，你會講出嚟啊，你笑後面你會講出嚟，丟嚟吹啊。對。我不這句到啲個 KL 嘅的士乜成日很，我講啲 KL 的士，我知道是，我就親戚住到啲 Jurassic 位，แล้ว隻的士到啲鋪底位啊，冇暑假去 Jurassic 咋，แล้ว我能坐高車會去 Jurassic 時，我隻叫的士唔係在，你去車啊，你去得咯，你係講要去 Jurassic 嚇？啊！落車，叫你落車咋？錯路呀！有隻錯路呀喎，冇事解喎。你是個姑娘頂啊，吹波冇落車，後尾一頂呢就往去唔是等人還啊 ，driver 就往去，所以我學伊 double，我學伊 double 嘢，唔知就往攰了，我學伊 double。我講 ，because 伊往叫呢，一頂嘅等人咧，錯我人買債我人 ，finally 一傾債掉話，我學伊較濟類。哇！哎呀，你講好咯，依人可能200格嚟咯。好似呢人比賽嚟看嘅啊，睇下是。邊個？啲件啊，呢度是有一個 new development 嘅 story 俾8,000嘅。我記。resident。哦，嚟講下講。我有坐過一架的士哦，啊，迄個 driver 哦，伊滑到一下哦，伊困去哦。你坐啲邊整嘅是後邊，你坐啲邊整。我坐伊啊，我坐伊後尾。嚇！哦呀！伊是滑到車困啦，伊是停咗喺個。硬嘛，แล้วอีจะใส่อีขุนเขียวขุน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ยทำไปได้แชร์แล้วเหรออีก็ไปแชร์แล้วจ้ะเขาเลยแชร์ห้องแล้วอี就成間起來咯。sorry， 好啦，你坐啲面正啊，你所以卡啦可以俾佢。阿 John 講自己，阿 John。啊，講。到嘅，我坐隻的士啦，嚇，伊個 driver 哦換車人看咗，佢在拍超情啊！我未強看咗，就冇試強看。我未裝佢嚇。你 better 開有彈牙咯。Maybe 因為伊是唔是你 Flintstone 嗰啲卡嘅嘅走嗰啲嘢？等你嗱時嗰時 TV 唔大啊。哦，阿媽，我想是 Flintstone 嘅的士度啲卡，的士嘅卡就坑喺度啲走呢，用卡嘅幾粒。誒，等陣個到我隻菜店啊，真久冇來，菜店啊聽陣有啲。啊，有啲。歡迎，真久冇來啊，歡迎。我哋擺來了。嚇？是咩？我是啊。菜店啊唔來過咩？唔來過。哦，真係在路呢？佢哋對班古靈智講過嘅。哦。嗰個係古靈智。喂，記。啊。哦，但係我啲有到啲 Skype 度啊，我想都不來過啊。哦，冇，我 actually 我係來隻歌，你大擺會未記起。哦，歡迎。我手機時有嚟講啲咁嘅料啊。你在到得咯？我到 KL。我到 KL。你聽真隻歌啊嘛？你古靈智是真隻歌頭一排頭一個咧。你係喺對擺你 testing 嘅 episode 我冇聽過。哈。你按照你吹掉是古靈智吹介紹你聽下。係邊？古靈智介紹你聽下定到時？唔是，我介紹你聽。哦，誒，我在我係真，我想講你冇來過誒，因為我在裏面啊。冇啦，未來過。你頭一擺你10年啊10年啊頭一擺個來啊 ？Hello， 10年有冇來啊？你嚟講未？講下未啊？我叫你講就後面有。當然講到的士，十部的士嘅人車，我冇講到人車個。你乜借個人車啊？咩人車啊？你乜借個人車啊？人車啊？照顧我咯，照顧我個。
細漢嘅時候，嚇大家車啊對，東京嗰陣借過嘛啊？東京唔知嗰陣借過，東京呢是係你多計啊咋？哦，哎呦我愛，30塊一點鐘，伊個介紹鋪地歷史我都聽嘅，30塊一點鐘。哇，講咩話？講福建話啊？Fashioner 咧。又唔知，當然嗰啲用 English speaking 嘅，嗰啲真好聊嘅啊。一傳外國嘅。老安哥講阿嬤老安哥嘅，介紹阿嬤好聊。我愛去，或者我對佢是，我或者對佢是我愛坐。一點鐘30塊嘛袂貴，就是很多。我甲你講啊，若是敢若有捌到人車牌，咱叫人車牌來去節目個爽個。係啦。對，人車牌，定當時人車牌誒，這項工咧是，就可能看袂起嘅，你有嗰種感覺到？細漢嘅時候，別人講，你咪讀車啊，做人車牌啊，還是去倒西？是倒西咩？嚇，倒西出人車牌。查某坐人車嘅，就是係你做係你工嘅查某嚟啊。哦，就是你 Russian 嘅睫毛嚇。蘇聯嘅睫毛。就是人車牌啊咯。點解人用人車即係要起位嘅，要做工啊，要對厝啊，要起屋啊，係咪？睇下冇把人用。人車學安尼款嘅物件了，他那是較濟是 tourist 啊，被借 experience 啊，樣嘅 experience。你知唔知喂？都伊人車人本啊，伊人無關係去人大厝嘅位了，他那是較濟 Penang Road 加 Light Street 加 Big Street 嗰邊嘅位呢。唔是 Big Street 啊，就加 Light Street。Penang Road 係你位呢？Actually 有些其實你人車牌你知哦，有啊，安尼坐人坐一頂人車，唔知你人車牌就好呢哦。冇啦，伊人嘅山。伊人本攞名其實伊人啊，伊人嘅 union 真係 powerful 咧。有一道啊，我有一個隻啊，伊唔知安怎伊駛嘅車無條啲弄掉一個人車人，哇！安尼借數一個啊，伊個人車人叫隔了伊個朋友來，隔了伊個 union 嘅人來啊，俾拖累啦，係咪啦？俾修理嘅人車啦，俾修理伊講伊個卡條傷啦，係咪貴啦？咁樣，哎呀，唔知啦，真係借數就是了啦。我捌坐，你知我第一擺知道我舊年嗰陣時我坐隻人車啦，特別人車無點動嘅，就啲 Starbucks 嘅。Paragon 啊，真。對 Paragon 人車啦。你我個坐嘅時候，我個上大隻未接喎，伊個就冚伊個一定面你知啊，佢就冚了我開始。哎呀，老早就是其實我坐個人車共都我坐個人車，特別但係冇咩坐人車，鋪地嘅坐人車。我係咪知道鋪地嘛？係嘛？佢去晚上咪坐人車咯。然後伊搭佢而家個坐物件，咪坐人車。然後我搭佢嘅出面啊，咪坐人車。然後有陣時講唔是講幾時咧，嗱你阿伯安尼老咧，佢要載路，佢要載我，佢要載物件。然後佢講冇路把你阿伯加你物件坐人車啦，然後我行咯。哦，有路好閃。係真太事㗎，我就學阿伯打人。我講聽就當時我就是坐人車咋，用路啊，一坐車咯，加埋邊咁大邊一坐車，你講別貴嘅咯，別只唔敢貴嘅咯，一坐人車嘅。載我人車啦，安尼彎過去，對面你就幫我，你係人車就邊嘅嘛？人車人唔加浪嘅嘛？所以你坐人車哈，你係別貴嘅咯，對面你過別去，你梗係叫成人車，咁我別過對面嘅，呢度坐啊，你安尼彎 U-turn 安尼出去，過去對面來。嗱，你人看，你人捌坐安尼款嘅人車無？香港搭車嘅，即係人掉嘅啊！香港咧，香港有嗎？唔是咩？馬拉上海嘅嗰種時代是唔是？即係我真係解啊！講咧，是佢真馬拉架咪是安尼咯，冇用大腳踏車，你睇冇？唔是腳踏車，即係人騎一隻冰嘅。叫咧。我有一個甲你講啊，John，佢真係哦，嘛是我甲你講咯，嗱，特別講是係你 Russian 查某坐人車嘅嘛，對哦。然後有一節時我就坐人車啦，因為唔知要去大陸我未記啊啦。然後
坐人車我就笑到死啊！可能有人看到我坐人車，咁你做嘅？你我咪叫你喺人車有一個 screen 嘅，伊落海時嘅嘢係你 plastic 冚。啊，頭整佢一下掉，你叫佢冚啊？你咩話？我笑，我落冚啊咩？掉，我笑掉。你是抓個半死啊！你協調。嚇！你我講唔要緊，你就我冚，依個未使，我就長鏡咯。你攞時買球啊買借，你依個你是成日咩喎？嗰條你講唔知我未記得其他路，我特別小條有河山，人落機河山，自己冚背面，自己冚尾底。你只做可以佢個派壞，佢啲人車個烘，他條烘。嗱，叫佢冚，你就幫佢冚啦。誒，我當你講起我個小條頭整嘅，呢一 roll 掉嘅 plastic 啊 ，clear 嘅，字，呢轉 roll 去啊，誒，叫你生嘢呢掉時你 clip 掉嘅對面。唔知是車食嘢有冇 clear 啦？阿西車當暗。哦，阿西車啊 ，pure green 啊 ，pure green 啊。clear 我想下，我想到是 clear。車食嘢。小慧見佢冚落嚟，咪冚啦，咪頭頂嘅是 clear。哈，對，但係講就學注意 clear，未必佢哋較新嘅，佢哋較新頭整。誒，伊迄個毋是捲起來啦，伊成個迄個人誒有鐵嘅那款開起來冚落去那款，你嘛成個人誒車誒迄個 sport car 那款誒。哈，無係厝頂啦，係厝頂，伊厝頂先咧，伊厝頂先咧，節咧開起來，特別頭整時，伊成噴燈一包咧 roll 落來，你是轉咧，佢夾嗰啲 clip 掉到啲頂面嘅嘢，我係記啦是。誒，右邊後面少咗人講啊，你皮坑會著你車好啊？唔知啊，估啊。唔知我刷嚟刷去，可能係。冇啦，伊後尾會，你後尾會。有睇到成聲可能。reflection 你後尾會 reflection lens flare。哦 ，lens flare 嚟。แล้วก็即係柴店嘛都講話咩？人車是 taxi， 什麼 taxi？ 告訴講。taxi 啊，第一擺坐 taxi 時，一擺是大 KL 坐啊，我做工辦工了。開始做一點話嘛，佢什麼係咪有問題？然後我半夜冇對嘛。喺 taxi 哦，本來是其實講可能喺頂車，本來是10分鐘喺到我厝啊。伊嗬轉一大路哦，差不多佢哋去一半 KL 行啊了啊，到到就我對厝冇點鐘，頂差不多點鐘我冇對我厝，因為我大小線啊嘛，大車邊困去。哦，一半夜個車價貴嘛？哎呦，แล้ว一百嘅可以。喺面見啊，佢 claim 公司嘛。哦。一卡十個月啊，60塊。60平時是這個月嘅價是？平時用時啊，因為行回路嘛，我平常時10幾搭車可能10幾塊樣。因為我大啲有 Cheras 十邊嘅嘛。哦，少 Cheras 十邊就冇人一齊嗬。啊邊啊，我老實係一個樣搭車嘅數。搭車咪係。有人買仔。但係是坐落去行咧，是行米得咧，較貴hơn啊，好咯。我哋見咧，我冇試過只隻啊！我的士我做啊，冇好 reputation 去啊，到啲人我只冇咩白解講會相信啊，未相信啊，人嘅只女冇只女我只驚。我當佢講每兩一行先嘅的士嚇，到啲美國邊嘅啦，伊即出名咧是 Uber 是，啷知冇聽過 Uber？ 英國有啦，英國有。Uber 係咪 ？Uber 係 taxi service 啦，所以你到底你 iPhone 啊，是你 Android 你電話位下，你叫你使 order 你 taxi from 你電話位，你就你叫你電話你 order 有了 ，OK 有啊？有啊，叫我哋嘛，叫做咩？叫做 Uber 本啊？My taxi， 哦，Malaysia 個叫你啊？tapi just no call， just no call tapi yang lost 咯。貴淡薄啦，佢貴淡薄。
驚我 call 驚我 call 驚同我 call。哦，因為伊人做咩來路嘅位嘛，伊人做冇錯人來路嘅位，伊人康來路嘅位錯路。你學路係咪嘅咧？會使到啲你電話學一下，你咪學路一下。冇嗰時係可以類啊，嗰係可以 cash 不了。正是你㗎啦，到啲電話嘅。用 credit card 啊嘛。啲倫敦會用 credit card 啦，特別你若是出來去新加坡所在，你都俾係學類學 cash 啊。學 cash。我係到啲，我那是我這邊冇啦，我是啲冇個大，是啲個成個 New York 啊是 LA。然後你使 order 的士咧，嚇，你一頭免學類嘅就，你一頭揸書到啲下邊咯，了嘅時你使去下邊，但係時你 rate 你學伊就係 star， 可能咧要學你就係 star 咧，然後你咪是免用 cash 咯，所以就係你個一頭出到啲下邊，你電話嘅。然後一間線呢是沙布的士，我是想到甚至是想到沙布的士，就是當然一個線呢叫做 lift，LYFT，lift 是你伊想成個沙布的士 idea 特別伊較好過沙布的士啦，即是 organize 啦。你使住人每使去做沙布的士，用呢個機車，你知啊？然後你用呢個機車啦，那是你都必 go through training 啦。你那是用 train 你好時嘅時候，你就彈伊個腳，你就彈伊個你 lift sign 咧，一直是咧超嚟就 mustache 啊，整可能冰食嘢喺度啲車頭整嘅啫。等我隨過看到，一直冰嘅 mustache 啊，你就是用啲 app 啦，你使除咗那是你我下邊有人學車下，要嚟載你咯，你學你咯，你不是用佢哋 app 去學。你這是叫有 license 嘅沙布的士啦。嚇，這是有 license 嘅沙布的士條。你用 insurance 係咪有 cover 㗎了啦？哇，好好啊，我 insurance。搭部的士嚟了啦，是好嘅的士。伊是特別伊是兩個機人啊，嗰兩是兩個機。係咪你講你爸係咪？啊，你爸咪是冇成呢哦？我爸咪是 license 嘅沙布的士。哦，伊是冇伊是叫你爸是成個路嚇，你個機伊成個係嘅，你成係嘅的士呢唔是？mini cab 啊 ，yeah mini cab mini cab。你這是沙布的士，其實咪即是你住愛學咩西就成個講，我當今我 app 響，我當今我是我學車了我放工了，一百無事做，我開我 app， 我turn on 伊個咧沙布的士嘅 button， 你係時哦，人哋看到我咯，對上 order 我了。我按你看你啊，真係真啊，如果我記得俾除咗。你在華沙布的士嚟除位啊？等我除咗 lift， 我可能看到伊個，在出邊伊個超冰食嘅，我叫做 LYFD 嚟佢哋啊。你啲除是話俾每人，你諗在無係咪嘅所在第好嘅的士，你在無是直頭咯？日本？唔是，這是我嘅 opinion 呀啦。倫敦嘅的士，第好了，愛食嘅，第好了，你每一人下面為本一人會知嘅，因為一人就要做 exam 嘅，一人就要。那對，我爸講，一人叫伊 knowledge，了啊，一人本是唔是在路呢？一人會在路第快嘅路了，一人在個了，搭落搭車。大陸有人做工，大陸啊第快嘅路了，就特擺嘅。你唔使每站每使嘅，你人講你接伊的士，你講去接位呢，伊人接誒就知了，啲大陸，但係搭位本嚟係知。But not all taxi 安尼款嘅咯，有嘅taxi 伊到啲條路看開嘅。有安尼好嘅taxi，啊，第差咩啊？第差咩taxi，我捌坐咯是。啲 Boston 嘅位，啲 Boston 嘅位，人巴魯加教嘅時啊，人叫伊帶我去係咪 Harvard Club 啲 Commonwealth Avenue 邊我，即係你人啊，我上是 Afghanistan 嘅人嚟啊，呢個喂，伊本唔知啊，伊家己使嘅破伊本唔知啊，每來人特別，我特別看啲即係 map 講佢聽啊，可以知啦。你諗下借哦，就then taxi driver but 聽唔俾坐落去。就你去荷蘭啊？坐去荷蘭。我會記啊，但係我接 hospital，
少啦，住 hospital 個坐都唔掉去，坐得去半山啊！我講愛去 Glentoon 嚇，我去 Glentoon，我做緊位下邊去 Glentoon 見嘛嚇 ，then Glentoon 嘛 ，then after that 我講我愛去 Glentoon，我講去 Glentoon，then 嗬 after that 嗬，我奇怪嘛，一坐行，我唔要。你當嘅去到咯，你坐去到，我去 Glentoon 咯。嚇，你講去 Glentoon咩？我當佢坐你去走嘟咯。嚇，我講幾句啊咯，我講破病，我 gastric 啫，我聽下啫，我字幕我講成日看膽醫可能，咪計多啲啊。你可以叫我拍案到對？啊，拍案到對，我講水我旅遊嘅寺廟嘅多呢哦。喲，解到個。對，佢去 hospital 時就你去辦咁打。你諗下冇掉佢啊 ？Sorry， 幫光。你諗係借 taxi 啊，有用 GPS 嘅？有兩時有。我唔知我到Melbourne借 taxi 啊，借去看到個特定 taxi 嗰度有嗰啲 GPS 嘅喎。啊，當佢冇啦，是哦。哦，係。係啦，當佢。巴黎嗰界有喎。巴黎個馬來西亞應該是冇啩。呢個同埋你先冇，同埋英國中講嘅你black cap 啊，依樣嘅當見 computer system 了嘅啊，咁了有下你 database 係好了。Tapi lu main kai lang kong wa kwa bang ye wa politics啊，伊人佢哋真正 opinionator， 伊人有真正物件講嘅，真正正物件講嘅。唔可以嚟嘅講路雞人嘅。直講啊，直講，只能講，因為一半，我每塊講，咁啊一半的士一條嚟，halfway 幾落車。咁樣學的士趕落車㗎啦。就係我之前聽講到 discuss 為大話講 ，you ever I ever jump off a taxi halfway。好啦，你就是冇女啦。你人在路掛位啊，先你快個 con 呢？硬斜開，一時你快走出。OK，等陣，而家我 phone 你，而家會講所以我 phone 你啊，等我別人講聲。啊，特乜阿哥咧？你聲好啊哥？嚇，佢講你特乜你告訴你我冇咩聽到你聲係點意思？冇啦，我講 last time 借sapu si借kogini啊。Baru je sapu le hotel Macalister Road je kaki gerni kingkin ya ipun siwa cap kogini ya. Ku boleh kai ho dili Delhi uncle kiam kela mai anak kuila uncle ko kalau kon be wa fix wang cái gì ô, yang u sabu taxi pun organize lah, tapi sabu taxi pun boleh club lah, labor party. Kau buat account ni so tadi wa je. Lu bukan kan? Buat account kau kau puan. Uncle, kau mau pai ah. Okay， 之前你名咪先baru 拍來講一半 taxi 一半。做個咩事啊？一 taxi 一半落車還是名咪？哇，超啊！哦，你成日我唔知，我看你 screen 你唔知。阿朱嚟講。我頂到去日本嘅時，我嘛是 miss 回車咯，阿妹是無，I mean 每一班人回車 miss 掉了，無辦法對 hotel 嘛。一咪是借的士咯，佢的士咧，伊的士就佢比較講，伊唔知比較講阿摩嘅，所以我阿講咧，嗰時候伊曉咧，問咧就喺嗰度話都唔知去到落去嘅事。成日電視台你 area 4呢，啫，你在日本嘅的士是真係貴嘅啫。啊！就汽車啦，差唔多啦。就汽車600円啦，佢哋啊。600円啦。600円啦，600円10幾塊咯，20塊16塊。啊，你講是20塊啦，就汽車呢，啲跳啊，我覺成日冇見到攞啲聲嘅啫。哎呦，咁樣路，我真係講啊。你我佢後時我 try to 講，你真係俾見到咯。你講啊，你兩幾句我咁唔要聽。一佢後時到我硬車會嘅時，我趕快跳車。你海女哦？冇。哎呦！
哦，好甜啊！伊人係對路啊！我講 sorry，我不要講 sorry。不好意思。我每人這十頂到這時候這人車是你是成學女還是舊一個學女？你講嘅性嘅嘛對。你講嘅，你別使講，你別使bargain係了。唔是你特別講邊講定嘅去bargain佢女咧，是你個學你個姐嘛？你冇成日講就去就去車就姐嘛？看你是講的士還是什麼的士？冇啊，你車人車。人車，但這是每件事性格汽車嘛。沙布的士冇梅啦，的士都冇梅。日本嘅人車白真係硬到嘅啊！哦呀，我硬到嘅啊！可能 John， 哦呀，你冇有啲有興趣了。我唔係最近日本嘅的士嘅。嗰啲是人車白多啲，你廟會頭。你是講人車白嚇？人車白。我知，我捌看過。我大隻個硬到。我知，你有時卡激嘅啊，卡線乜嘅啊？我知，你讓我請嘅你襯托就你一個嘅啊。因為殼是太大嘛，所以你看嚟一包嘅。佢等看一包。講熱話冇，會使。你佢等看一卡吹埋走時。其實有時做界嘛，都特別都比較講熱話，都未介意。你而家 no need just go just like 驚你佢I watch here 我捌去過，我捌坐過啦，特別我捌去過到啲日本嘅時候，我捌看過一 Q 人車咯，攞你一個人打我頭小英，攞你一騎一大班嘅兵嘅大兵一招，你睇就是少年嘅啊，有咯。แล้วหาเสียแล้วไอ้คาปิ起來伊靠卡比起來講講啦嗬，แล้ว是我就是講伊是係一種情意氣啊，有伊家裡一支出來啊。就浸出情杯嘢啦，呢杯有而家啲。你拖住佢嘅了伊。我就啱有 tweet 咯，當我唔知講隻的士有拄掉，只杜蘭嘅。係咪名啊？當看的士人以前係打油咧 break。哦，哈，check 隻，我唔知做咩事咯。上家啦，香港嘅的士，石油啊。是咩？check 一棒，阿邊打一棒。唔是個攞到了油啊，感覺。我唔知。冇I think 樣是咩？樣是劫啊！你即係換的士就劫啊！你想咩幫路嗰時就傻啊！แล้ว一下隻劫嘅就 impatient 啊，就特別氣呢嚇，氣頭正閒。特別有可能就是打 break 啊，就會日行 call， 頭前就拗啊。係啊，你把都過的士 driver 有 BO 嘅。喲，嗰個死啊！佢冇。隔離的士 driver 冇 BO 嘅，我主持人成就 BO 了，特別要俾曬講話行啦，咪做可以起行。有人坐的士，去個人請回是的士冚眼睛嘅講石油啊！冇唔係。有啦，有啊，對。特別人係使線，人係講係聽還是，誒，你看你啦 ，green 嘅一個伊家己嘅卡咩，伊幫伊嘅是家己卡咩，然後你接 clutch 是接嘅是家己 start 嘅，未做啊？誒，你新車是你看你啦，未做咩？當一個嘅好掉，人一個嘅，就咪吹嘅。我諗咪就有的士一個牌。的士係講牌啊？係啊，家騰啊。講啊，John， active 係講牌啊，是 purposely kalau kam aircon啊。哦，做咩事？叫你開ถัง啊，kalau講。加石油。冇啊，我咪前日搞嘅了，我咪啊坐啲邊正啊，แล้ว伊講佢聽，伊若是咪開aircon，伊講阿伯你若是無開aircon，我係拗嘅啊，伊若繼續開了，伊若第一件是拗嘅。搞。
介搞我就走啊！坐的士坐一半老西唔能就好。你特有诶，看的士人就是有經驗過咧。我是驚啥物？我哋驚我有想過，我要去做咧 lift 嘅 driver，你就十部的士啊，講你邊嘅超嘅啊。特別我見可能拗到啲位車，你載人時啊，人較濟坐車嚇，坐成呢時人去把對內啊，時買火車啦，然後載咧到啲你車拗嘅時又死啊死。啊，係你是地解了。你車上面嚟都試啦，你未寫出嚟啊！依鼻未走誒。我車是Honda Civic。你依隻是配啊是薄？薄。哦，你就係近啦。所以這邊嘅的士個料啊，依隻個料唔配啊嘛。特別人 plastic 啊嘛，你不借咗部的士。較濟是嘅另外係的士啦，伊人全 plastic 嘅，咁了伊舊衣咁了有 plastic 啊，你若是穿阿咩頭褲啊，你會皮會掉。啊不就是只骨咯，啊不就是只骨你穿，你那骨都係。伊人較舊啦，你若是上西啊、老西啊、拗啦，伊人較硬些咯。人車就咁了有包 plastic 啦嚇，我記對。誒，冇名嚟啊，冇名你知道咯？有咩大字？嚇？大字？係咪？係咪大？係咪做？你做咩事你嚟？你做咩事靠這個這個 hangout 咧嚟聽呢？你不要去 YouTube 去看啊？看接嚟爽嘛，唔使咩？你是嚟爽嘛？對講話。你那是無你看我，你去 YouTube 咪看我咯。你去 YouTube 看來，今日講你十部的士告訴。十部啊！誒，最呢十部你係個隻鹽嚟咋？當劍啊！個隻鹽喎。你無攤十部啊？我有十部，呀，你講呀？嚇。小英插，嘅人貼小英，嘅插喺貼，有五六咪條情啊？嚇？roadblock 嘅แล้ว條情啊！哦，ยังไง check 掉แล้ว聽我哋嘅對邊嘛對邊貨咪300幾啊，แล้ว冇可咯，แล้ว嘛借住啲嘛叫的士隊咯，叫的士隊啊嘛，的士人講話，的士人講，你做十步做3幾年啊，就兩個驚，call 的士嘅時候。哦，拖車牌。哦。咁唔係講冇驚咩？我講誒，我講嗰條借卡股啊是啊，嗰條借卡股。哦。但阿哥你講咩阿哥？阿哥你講咩得嘛？冇聲嘢啊，嗰陣。OK 啦，曬小蛋啦，當然啦，即係冇名就講嘢嘛。OK， 一個有咖喱包咧，咖喱包俾佢講啊。報名嘅講。robot 嚟啊。巴士嘛，華 van 華巴士。哈。我講，baru嘅十步。講。冇呀。依個 line 梗係逼切就做啊，我使唔出啊。Isa去bangan. 琴日我聽到你啊，琴日講咧，我就去bangan。我講，我 father 是換係你 van 啊，成去 airport 會接人嘅嘛，巴魯未使去啊，就巴魯講樣去好樣嚟到樣條我講嘅就，所以巴魯嗬十部 taxi，even though last time 去咁大錢啫，巴魯咧嗬，你去咁大，你俾佢哋整十部 taxi 半行課啊，啲 police 嚟啦，俾十部 taxi 半走㗎了啊。哦。So baru tak pening ho si lu khala basta ba sometimes si uncle ko ya po ho. Ha. Lu ka than che na. Abo po than che liao e baru. Ja chiu. Oh. Le yi solution 下面有時叫你用錢 taxi 啊。Yo,叫你用錢 taxi, abo yang airport 冇成5long titi叫人嚟載。So họ有時họ想我 father 我 father 去載họ，伊家係人講係咪做亂 Q 嘅車，if 你有時講都是我家己人嘅。哦，講是朋友嚇。啊，講我是我家己人嘅。哦。因為怎麼啦？嚇。之前我 before 嚟 New Zealand 時嗬，
半年應該是舊年中時，正隻 airport 嘅 taxi 人去 complain 或者 BJ 嘛，你人嚟掠係兩沙布 taxi 嗰啲。哦。我聽人講嘛，因為我去隻行正隻人聽人講嘛。哦嚇，對，是 tourism 嘅行啊。像是迄個盡頭嘅迄個 cruise line 定正隻迄種沙布 taxi 嘅，人家都頭前名單嘅嘛。哦。特別佢成掠啦，人在多啲一條掠咯，而家佢車載喎。OK， 呢就小達啦，有冇剩啊？今次過嚟聽就咧，你講大學超我就嚇，就注意嚟啊！即係我哋特別嘉賓咧，就是大媽報名咯，แล้วก็Jagong，แล้วก็英國tiếng，拜拜。呢種冇佢就你講數，加啲吧。嚇，我嚟你講係咪？佢。OK，即係真係快啊！即係。淡薄驚嘅故事，我有一個好朋友是阿摩來，伊住喺馬來亞真正濟年了，伊住半個點寫喺馬來亞，伊住半個點寫喺Bangkok，แล้ว伊Bangkok有朋友做生意，伊真正關係甲佢哋所在，伊本嚟講淡薄誒上海話，有一道伊要坐 taxi， 伊馬路甲搞去 Bangkok， แล้ว要對去伊厝，伊坐 taxi， 特別伊載伊路啦，แล้ว伊看到伊嘅 taxi， 伊載伊啊，唔對路你知無？แล้ว伊問伊啦，你係咪想你載我唔對路？แล้ว伊 taxi 都無印伊啊，แล้ว伊搭一個 button 喺伊面前啊，咁แล้ว伊 taxi 嘅門咁แล้ว鎖起來。所以แล้ว伊ถัง啊本未落啊，แล้ว伊就載แล้ว伊就紅險แล้ว即個人被做下面แล้ว伊載伊去即個路啊無半人嘅路啊，แล้ว我阿無人本真正搞啦，伊載啊，伊若是ฮ็伊車，伊若是要出來時，伊就要開個門嘛，伊等伊開個門時啊，伊做個門，伊就開個門時，直到伊快走出啊！走去大街路，แล้ว伊 taxi 人對伊啦，對伊直走啊！แล้ว伊看到一個 apartment block 一個人大嘅成個 condo 呢，伊走入入邊，แล้ว走入入邊，差不多這裡是真正老嘅舊嘅 building， 伊嘅電梯你知無是？啲中午你入去門了有一個電梯啲中午，伊電梯是唔是冚起來嘅？伊是有鐵門嘅，我知。到那邊嘅，伊走入那邊啲電梯啊，伊聽到有阿摩話啲電邊有人講阿摩話啲電邊嘅樓，所以伊入去伊冚起門，แล้ว伊掟起。แล้ว伊起嘅時候，特別你知啊，你看啲電梯啊，伊嘅樓梯是啲嘅邊啊，你知冇？哦，嚇對。啲邊啊，哎呦，慘啦！伊嘅電梯安尼辦啊，直起嘅時候，伊看到啊，伊嘅 taxi driver 啲對伊啊，起伊嘅樓梯啲對伊啊，แล้ว所以伊搞啲伊嘅第關嘅樓時，伊看到出嚟阿摩就冇係美國嘅就冇啲講阿摩話，伊走住伊講嘅係就冇。I'm not a thief. This man's chasing me. So 伊掠到伊查某，掉伊入伊房間，แล้ว冚伊嘅門。喲！哇！แล้ว伊聽到即個 taxi 人啲講伊門嚇，啲學伊門啲將叫伊出來，講伊要睇戲啦，要係咪做呢個伊？哎呦，所以我朋友都唔知要做係咪，伊都咪叫伊咪叫馬達嘛，即伊是阿摩人。伊要叫馬達嘅掠嘢時候，馬係人家己嘅人，所以伊咪叫馬達。所以特別我朋友做生意嘅啦，所以伊捌真正濟，成個伊捌真正濟，成個大隻嘅人啦。伊有一個生意做 business 嘅一個lorry 嘅生意，伊有真正濟 lorry driver 啦，所以伊叫伊人啦，伊講。You know， 我哋那邊這裡出這裡 taxi 人要做啊，係咪要偷竊我係鐳？伊單好我出門，伊可以人伊地址啊，所以差不多7點鐘6點鐘，伊嘅朋友來去伊 driver 到啲外口嘅，直單入出。伊看啲堂啊路啊，伊 taxi driver 佢單路邊啊，單路邊單伊出，所以伊你叫伊個大隻嘅朋友，伊朋友來趕伊走啦。哦，要驚哦！啊，我聽到咧，我梗係驚一個啊！你看呢隻 taxi driver 係紅險嘅。係啦，驚！但係我就驚 taxi 啦，當佢聽我個驚。這是什麼嘅 taxi 咯？I think 阿毛嗰個應調target 都就阿毛。because 伊上講伊是外國嘅人，伊較應
係咪拍到啊？是伊是唔是被 kidnap 伊？唔知被是 kidnap 伊，還是被拍槍伊？啊，被 take 個了為累咯。驚。因為伊baru ka kau di Pojumpo啊，哦，是 Pojumpo，耶，去車頭。baru ka kau di 去車頭。OK，今時啊，我其實你同我講，就告訴我，不打買隻的士啊，我坐人車，我冇車，我是做機嘅，是冇坐坐人車，跟住學山車，然後個台灣冇名咯，然後再講加英國中加咖喱包。lesson 加好條阿龍，然後加belacan ke si sengkak nah sengkak ke topeng si正lão đầu嘅南西南西冇看啫，有啊，當晚有來者啊，當晚開嘅聲啊，嗰一個啊，嗰你哋咪倒水啊？倒水啊。แล้ว我諗晒幾做，แล้วก็右邊，個右邊，แล้วก็有當啊，特啲 Skype 下邊嘅曝光啦。然後我做水，係咪冇水嚟？我做漲水。啊，咪當邊冇水，做咩做冇水？攞 ration 啊，冇水。我嚟點打了，我嚟點打了。哦，開啲水鑽頭開喺度烘係。最近打佢咧成行出來呢，然後個有到啲 Skype 下邊阿哥，然後個有阿蕉，個阿蕉加菜店啊，然後個曝光，但係我個名就住哦，怎麼住嚟啊？走起啊，冇誒好啊，有山楂餅加山楂餅加住啊，伊個 friend 名嚇。阿莫橋對，山楂餅跟阿莫橋，希望伊對嚟講幾個數啊，喲，伊嘅你寫3-4課，講幾個數真係勁嘅。OK，感謝各位聽眾先生，下禮拜再見，拜拜。